牛牛的平安。无事平安。伊那会抑搁咧什么共用内容？你无看到我迄个吗？嘿，抑无看到嘿。我的PowerPoint 你无看到遐？嘿，即摆抑搁咧转诶我。哦，平安。安尼我无我就分享迄个 YouTube 诶，等者哦。我即下甲直播腾起去。我即摆遮来抑搁咧，安尼敢有看到？毋是我这现在是我这可能着爱先出去，才搁转来我。嘿，啊无你嘛会当用迄个，我有搁一个直播的连词，看卖啊。Webex，伫头前遐，是嘞，头前我有看底下，我就没有，对，我就没有再放了，我赶快，嘿，好，咱来吟这首歌啦，吼，咱做伙来吟吼，嘿。诚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茫茫的情根里，个个人马里，诚心请你来。改变我心事，教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人民声音，我呼求诚心，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一道，诚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茫茫来亲眷里，各个人马里，诚心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人民声音，
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咱三个按头来祈祷。主，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也阮会通追求你的圣洁伫阮的生命的中间。阮知即个圣洁就是照你的旨意来行。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也互阮对伫约拿的故事中间来得到启示甲提醒。恳求主你继续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带领阮。也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毋但是领受着主你所互阮的恩典，也听见主你呼召阮的声，会当对你的脚步来行，将荣耀拢归伫你的圣名。阮感谢你，互阮搁一届组织伫你的面前，阮要恢复即个实体的聚会。也有一些也未解习惯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也阮伫即个经历着疫情，伫即个疫情的尾期的时，阮会当渐渐恢复进前的聚会的热情、追求的热情、服侍你的热情。阮将今仔日阴暗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你手中，主求你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咱今仔日原则上就是要来甲即个整个的约拿书来做一个总结啦吼。咱先用这一寡图片来小可恢复一下。咱知影伫即个概论的中间，咱有三甲分享过。约拿是即个西布伦的即个支族的人吼。伊是即个加德希弗即个所在的人。伊是一个先知，伊的老爸嘛是先知吼。伊受呼召，上帝要叫伊去伫即个东北边吼，就是尼尼微城。咱咧讲即个亚述当初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首都吼，一个首都。但是咱知影，伊根本都无想要去吼，就是即马伊拉克的所在啦吼。伊无想要去，伊就落来吼，落来。咱咧讲到即个约帕约帕的所在差不多伫即个约差不多伫遮啦，加沙即边遮啦吼。即个然后伊就想要去想要去即个塔西，就是西班牙吼，这真远吼。咱礼拜三的时阵有去讲着建伟有咧讲着迄个即个所在有一个海岛，咱会记得无？克里特岛吼。克里特岛是地中海内底足容易发生即个大风的一个所在啦吼。咱毋知影约拿到底伫倒位撞着吼，咱若准伫继续会来讲保罗的即个宣告吼，伊第4摆要去罗马的即个路中呢，阵拄着风影，都是伫即个克里特岛即个所在吼，伫克里特岛即个所在吼。咱大概差不多会通知影讲即个地理顶悬所造成，所以约拿实在是无去到塔西啦吼，无去到西班牙吼，半路伫即个克里特岛都有可能吼。咱毋知影，但是就是讲照保罗的即个旅程的中间，咱有可能知影伊就是伫遮就搁回头吼，就搁回头。好，这是我话啦吼，我咧摇啦吼，伫即个部分吼。这个是咱咧讲上帝用真济的新约一项一项来阻挡伊，来互伊有通好食日，来互伊晒日头。等的吼，伫即个经文中间咱所看到的吼。
嘿，画家有真侪拢咧画着伊去用等伫个水底内底，吼，即个鱼到底偌大，咱实在是毋知啦，吼。但是照讲就是讲，即个鱼偌大，毋是咱，也是啥物鱼啊？咱实在毋是咱的注意的焦点。咱的注意的焦点是即个经文中间透过即4章所要甲咱启示上帝的呼召的意义到底伫倒位。诚做一个上帝的仆人、先知，咱要安怎来做？我想这是较重要，吼。伫即个约拿书所咧表达的，当然真清楚，是一个咱讲外邦的福音，吼，足清楚的，吼。当然画家有足侪家己的想象的空间，有家己的体验，吼。你讲到即个尼米城真大，讲爱行3工才会透啦，吼。3工才会透。照咱一般伊讲法，就是讲行直径啦，行通过安尼啦吼。是毋是真正是通过，还是讲是爱会当说，咱嘛毋知影。不过就是咧讲着，咧形容即个城真大。伫第4章咧讲即个城真大，伊用人数，伊讲12万外吼，用安尼来咧讲着即个城真大吼。这是考古学去找出来，大概画出来即个图，知影讲即个尼尼微城大概是偌大，伊是安怎会遮尔发展，就是伫沙漠中间，你要看有几若条河伫即个中间咧行吼，嘛有个人咧讲啦吼，这就是迄落爱甸园的所在啦吼，4条河你注意来看啦吼。当然这拢无法度证实的物件吼。是讲咱知影讲，伊是真正伫沙漠中间，真正足丰富真发展的一个所在。亲像咱台湾虽然毋是伫即个沙漠，但是咱古早只要有河的所在，有伫海边就安那，就会一个真好一个真开始的发展。咱咧讲一府二鹿三艋舺，拢甲水有关系吼。嘛是安尼啦吼。好。咱来看着讲，即个城伫第3章所记载，尼尼微城听到约拿所咧传的道理的时阵，因就赶紧会着惊，想来悔改，可能上帝会来转变伊的意思，无一定安尼吼。但是因为安尼，因安尼来悔改，等到上帝看因所做的是好，就来改变，无搁再降载伫因的中间吼，降载伫因的中间。无共款的时代画家，伊画的图的情形无共款吼。即摆看即个图较像迄个埃及人咧画迄种迄个草纸的图，迄个画法啦吼。第4章就是看到即个约拿咧甲上帝伫遐咧争论吼，伫遐咧争论，伫遐咧受气。即个闭门的代志，咱前礼拜也有讲着吼。上帝互伊会通食日，嘛搁摕一尾蛇，一尾虫来甲迄个食死，吼。这侪咧吼的方法。共款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大概就是归纳法的做法啦，吼，就是讲你甲即个经文大概用几个角度去甲伊归纳出来，你大概对遮用一寡主题式的吼来去看。咱第一个先看到第1章第1节所咧讲的身份啦，吼。到底约拿是甚物人？伫圣经甲咱讲真清楚，伊是一个先知的囝，吼，伊是先知的囝，伊嘛是先知的职分。咱知影先知就是上帝的仆人，来伫即个选民的中间，上帝找伊做一个代言人，来甲伊讲话，吼，来甲伊讲话。但是呢，上帝找约拿要去尼尼微城的时阵，伊却无安尼做。咱知影先知的职分是啥物货？照圣经甲咱讲吼，先知就是讲上帝所交代伊的代志，一句也袂当加，一句也袂当减。这是先知吼，一句也袂当加，一句也袂当减。但是咱看讲整个对第1章、第4章约拿甲上帝的一个对话中间，也是伊的做法中间，咱知影伊无有照伊先知的职分去做。
无有照伊的这个积分。咱看见讲圣经甲咱提供的这个资料，约拿书第1章第1节讲伊是阿米太的囝，伫遮无讲介清楚阿米太是啥物身份阿米太原文的意思是真实、忠心、真稳固，但是这个忠心的囝，佫无介有忠心啦这有小可感觉好笑好笑安尼真讽刺啦伫列王下传14章25节，才有讲到这个加特希弗这个人阿米太的囝伊是先知约拿所讲的话伫这个所在。咱看约拿伊先知的囝嘛是先知，伊的名意思是子指以色列人子指以色列人嘛指着献祭，嘛指着牺牲，嘛指着和平圣经内底有几个无共款的意思伫这个所在但是咱大概知影何西阿书11章11节伫这个所在咧讲着，因为亲像赤鸟摇摇带对埃及飞来这个赤鸟是讲亲像粉鸟对亚述赶来这个就是咧讲着这个以色列人啦伫约拿书内底上重要就是迄个呼召第1章呼召一摆，第3章也呼召一摆这个中间就是第2章伊伫鱼仔巴肚底所的代志所以咱第一个要思考是讲，什么人呼召约拿当然圣经甲咱讲就是上帝上帝呼召犹太人的先知呼召约拿要去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是传悔改，也是讲传迄个预言传预言对伫犹太人的传统来讲，毋是啥物特别的。但是即章较特别的是，迄个呼召了后的对象啦就是咱咧讲伊要去倒位，迄个地点伫倒位？地点叫做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的所在是一个外邦的所在，外邦的所在。这个对犹太人来讲，特别是对当初时的犹太人来讲，特别是对约拿来讲，咱用一个较现代讲的讲，上帝咧甲为难的感觉我想约拿有即种的想法，所以伊才会逃走。上帝爱伊去传一个警戒、传审判的预言，嘛是传悔改的福音虽然伫第3章内底，敢若讲到，佮过40天，即个城就要毁坏，无佮有讲其他的。但是咱知影，上帝传预言的目的，是要爱人悔改最近牧师一直咧强调这项代志真侪人拢误解讲，上帝差遣先知，就是要来毁灭，毋是迄个目的就是要爱人悔改。共款对尼尼微城嘛是共款，上帝的目的是要来拯救尼尼微城的人。毋是要来毁坏，若要毁坏较简单，嘛无需要派约拿，嘛无需要咱去读这4章的经文所以咱会看到讲，伫上帝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这个叫做上帝的旨意啦。对伫上帝的旨意，咱要来思考的是讲，上帝的旨意伫上帝仆人先知的身上，应该爱去互成就，但是咱看到上帝安怎甲约拿讲，你去尼尼微城迄个大城，公开来指责遐个人，因为我有注意到因是遮尔邪恶因的恶真大安尼啦所以伫这个所在，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注意到因是遮尔歹，所以请约拿去公开来指责因。这真正是咱咧讲的为难啦伫阮查某囝母亲迄天去机场的时阵，伊讲我足怀念会当看到外国人意思讲伊即摆足想要赶紧转去伫加州安尼我就甲讲你敢知影你伫加州是外国人即个约拿伊去伫尼尼微城是一个外国人，伊是外邦人
虽然约拿讲尼尼微城是一个外邦，但是去到尼尼微城，事实上约拿是外邦人。上帝搁爱伊安那公开来责备遐个人，这是足大个挑战呢。对伊来讲，伊去别人个国家，搁伫遐讲着恁是足侪恶个，上帝要甲恁刑罚。哦，伊这是真大个挑战，要莫怪伊无爱去，吼。但是迄是上帝旨意，但是上帝旨意毋是咱的旨意，咱袂当照咱的旨意。对约拿的角度来讲，这毋是我的角度啊，这毋是我想要去的啊，是上帝你叫我去，去外邦，我则无爱咧，吼。基本上伊的心态安尼，所以伊讲伫第4章第20节讲啊，我因为安尼的缘故，我着尽力要走去他施。这是约拿所讲的。咱另外看一个角度。毋是照我的旨意，是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祈祷，无共款的角度吼。上帝，请你将这个杯刷走，但是毋通趁我的意，是趁你的意。约拿甲耶稣完全无共款的态度，完全无共款的态度。一个要面对苦难的，咱嘛会当讲约拿去遐嘛是真正会面对苦难，因为伊伫外邦的国家伫遐。佮甲宣告讲，即个城要毁坏，哦，这是足大迄落威胁咧吼。敢若讲咱即几工讲中国要拍飞弹安尼共款啦吼，咱讲咱遭受着威胁，但是要安怎顺等上帝旨意，这真重要吼。咱来看伫约拿第1章后壁面所记载，伊是坚持偏行家己的路，亲像咱拄则讲伫。约拿书第4章第2节，伊所讲的，因为安尼，所以我赶紧走，吼，伊就足迄落个啦，吼。那对方向来讲，伊是反其道而行，甚至咱讲伊落去伫约帕的时阵，圣经讲伊是落去往下沉沦，吼，迄个方向来讲哈，所以伊是要闪避上帝的呼召。对认知来讲，约拿可能认为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是陆地的神，所以感觉伊行海路，上帝就找袂着伊，所以伊伫船顶嘛无爱祈祷，因为若祈祷，可能上帝就知影伊伫倒位啊。伫第1章第9节伊安尼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主，伊是天顶的上帝，是海洋甲陆地的创造主。这个时阵。约拿才深刻体认着上帝是无所不在，毋但是伫因游牧民族，伫出埃及带领因，伫迦南地保守因，嘛伫海中伊甲上帝的相拄，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啦吼。伊伫迄个所在咧闪避上帝耶和华，所以伊讲。我祈祷啊，上主啊，我离开厝故乡进前，毋是讲你一定安尼做吗？因为这个缘故，我着尽我所有的来逃走去到他施，因为我知影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你无快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会改变心意，无要处罚人。这是伊的讲法，这是伊的讲法。咱拄则有讲着，当逐个人拢咧努力。逐个人拢咧祈祷的时阵，伊咪伫咧船舱内底咧困，调工无爱祈祷，伊故意咧闪避耶和华上帝。伊行水路，对伫犹太人的观点来讲，水对因来讲是一个咱咧讲的歹运啦吼。咱昨阮有咧讲着讲乌鸦啦吼，有一寡人有一寡国家感觉乌鸦是一个有格调的。但是伫咱台湾人会感觉讲，这是歹格调吼。共款，对伫希伯来人来讲，因是一个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因对伫迄种较大的水、较深的水，因感觉这是一个歹的所在，歹的所在，是困难，是因的阴间，是死亡，我记几个圣经中间甲大水较有关系，伫遮咱会看到大船，创世纪第7章、第8章这个所在，几若章咧讲到这个大水，大水就是上帝毁灭，这甲死亡有关系吼。
过来，咱看到啥物货？看到摩西，摩西因妈妈甲唱唱袂调的时阵，就甲做一个草仔箱，甲放伫内底，为着要来保存伊的性命。啥咱会记哩？就是摩西的这个草仔箱，甲这个拿阿的大船方舟，原文是同一个字，是上帝的拯救，保守要脱离迄个水互因的这个死亡，吼，这个是无共款的一个想法伫这个所在吼。咱对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就是耶稣甲学生伫船顶，忽然间拄着暴头风，因惊到要害，学生就讲先生你要死啊，你要无命安尼吼。因伫迄个船顶，迄个水灌起来，大风咧吹，因就会感觉讲阮得要无命。水对因来讲就亲像安尼。然后咱若看到讲耶稣醒起来，就指责风影，风影就掂去。咱会看伊讲因就看到这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因对耶稣还佫毋是真熟悉啦吼。如果咱来看讲耶稣是上帝的时阵，温度是约纳的时阵，是毋是因原来喙会讲迄句？我所军队这老师是安那将军海洋，佮将军陆地有无？真类似的想法伫即个所在。咱若看见耶稣行伫水面上，当学生看见耶稣伫暗暝行伫水面上的时阵，伊哪讲？迄个是鬼。其实原文鬼甲圣神其实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啦吼。因伫迄个所在咧讲的讲，耶稣迄个权柄，因会着惊，因会着惊。但是呢，咱看到讲彼得想要行伫水面上，耶稣换啊互伊牵伊的手，但是真可惜，伊只有看到风影，无看到耶稣，所以伊就沉落去。嘛是因为可能因为犹太人真惊水，咱若用路加福音第8章会通知影讲，因拄着风影就惊到要害，得要无命吼。拄则伫头前咧讲到即个地图的时阵，有讲到即段的记载，使徒行传27章，即个所在就是保罗去往亚基要去罗马的即个路程的中间，因即个船拄着风影，拄着风影，伊嘛是足努力咧过，但是因的船歹去吼，甲约拿书有类似，嘛有淡薄无共款的所在吼。这个记载咱等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旅程的时，咱会当讲较济啦吼。咱照着经文来看的时阵，因就是所拄着这个风影，对伫犹太人来讲，拢是一个灾难，拢是一个艰苦的代志吼。伊讲费尽了力气才到达距离拉西亚城不远的加奥吼。这咱时间会当用较济时间来讲吼。约拿违背上帝的诫命，上帝呼召约拿，但是约拿却是选择来违抗上帝的呼召。伊违抗上帝的呼召，违反几个诫命。咱来想看觅吼。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福音，伊倒去约帕要坐船去塔斯。到底伊违反几个10条诫内底诫命？牧师安尼分析认为讲，上届无伊犯着3条啦，第1条、第2条甲第3条吼。咱来看为什么啦吼？第1条诫是讲，除了我以外，你袂当有别个神啦吼。伫即个时阵，约拿的心中，上帝是毋是排伫第1位？咱讲绝对毋是啦，因为上帝爱伊去即个尼尼微城，若照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伊安怎讲？但是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如果一个心内有将上帝放伫第1位的约拿，伊绝对会乖乖去尼尼微城，虽然伊真无愿意。亲像耶稣伫咧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迄个杯
伊讲爸啊，求你将这个杯赶走，伊嘛无愿意。但是伊后壁却表达讲，但是是趁你的意，毋是趁我的意，吼。所以对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伫约拿的心中，什么是第一位？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受掠去到伫亚述放倒转来了后，因对外邦人是作切作恨的，无法度互上帝旨意来代替。吼，因迄种的恨赢过上帝伫伊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牧师伫遮所得到的一个感想吼。我认为伊第一条界伊就犯着。第二个当然，伊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啦吼。这个偶像伊只讲任何的形状，亲像天顶地下土骹水中等等的吼，是嘞。伊伫即个所在，伊违背上帝的呼召，因为伊安那，伊无守主的诫命。咱注意来看吼，伫这袂当敬拜偶像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咱咧讲到第二条诫的时阵，较少去讲到遮的。伊讲听我守我诫命的，我要伊来施乐迄个阻碍，施乐阻碍直到千代，直到千代。这个是约拿伫遮违背上帝呼召，伊无守主的诫命，伊无用上帝的听来听尼尼微城的人，这是第二诫。第三诫呢，咱看见伫这个所在，伊的问题伫倒位？伊讲袂当滥觞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约拿有无？其实约拿有吼，伊拢甲伊的旨意关过，伊的家己的意思关过上帝的意思。伊讲第4章伊安怎讲？上帝啊，我毋是安尼讲，我要离开故乡之前，我毋是安尼讲。所以伊用伊家己的想法去想上帝，因为上帝你有即种的特质，所以我就走。上帝无安尼甲伊讲，但是伊已经安尼来认定。所以对这样代志，约拿真无欢喜，甚至受气，甚至受气。对上帝讲我死拄拄好尔尔，这拢是超越过上帝的旨意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亲像我拄则已经有讲到这个经文伫这个所在，伊安尼来讲着因为你讲你定会安尼做，你定安尼做。所以我就努力来违抗你，是毋是安尼？这是伊的意思啦，咱会当对这个所在来看见，伊真正违背上帝的旨意。伊搁伫遮来讲，甲上帝讲，所以上主啊，你着互我死吧，我死比换地较好，死比换地较好。伊认为伊家己真了解上帝，伊嘛认为伊家己当代表上帝，所以伊家己着做决定。离开上帝的决定。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头壳底一直有迄个阿东走出来了上帝甲讲，所有的你会通，敢若一项袂使，结果伊就调工去做。约拿是讲，上帝讲，你着去遮，伊安那，伊着调工离开，伊无爱去对上帝旨意拢问题拢共款啦再来有第5届，伊的问题伫倒位？第5届讲，你着爱孝敬你的父母，友好你的父母。但是犹太人迄边来文化，无有迄个孝顺的即个字啦这是咱伫中文是台语借着即个东方的文化甲翻出来原来意思是讲，你着爱互你的父母得到荣耀。咱倒转来思考，就是讲约拿书第1章第1节，圣经甲咱讲。约拿是摩米人的囝，为什么要那讲？咱咧讲圣经定来讲家谱啦，这伊的家谱足底摩米人的囝。
但是伊后壁所做诶，敢有互伊诶老爸得到荣耀？无啦，人讲哦，啊，这先帝诶囝哪会安尼？咱可能会安尼去讲嘛吼。所以基本上约拿嘛违背着第5诫，伊无互伊诶父母得到荣耀。原文诶意思就是讲 honor your parents 吼，无光宗耀祖啦吼。所以咱会当对约拿书伫即个所在所讲诶，阿米台诶囝，伊所做诶无有先知诶职分，伊违背上帝诶旨意。吼，如果因爸爸若伫伊身躯边，可能感觉讲啊真歹势，伊无法度互伊诶老爸诶名得到荣耀啦吼。过来，咱伫即4章内底有看到足侪上帝诶作为，人无法度抵抗，也是控制上帝来做吼。就是讲，伊坐即个船想要走去即个他西，结果拄着大风。即个大风当然咱咧讲是讲上帝诶神，上帝备班，上帝伫遐安排，上帝诶宽容，上帝不准伊行，吼。保罗诶宣教旅程，伊第2摆想要去搁巡回第1摆诶即个教会，设立诶教会，但是安那圣事无稳准，圣事无稳准，保罗就安那顺着圣神诶意思，就去到伫马其顿去，吼，伫希腊开始接触着即个福音。啊，这就是完全无共款诶即个所在，圣神会透过一寡作为来主动。啊，圣神嘛会引带，啊，就是看咱有要照圣神的引带启示来去行啊无？照看保罗有安尼做，但是约拿却选择违抗，上帝就找迄个大风来甲伊阻挡，互伊的船袂当搁通搁进前吼。风影因为大风来引起，这甲伫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咱看到迄波头风忽然间起的共款，就是会带来阻挡，带来危险。所以学生讲啊，先生啊，你要无命，因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来抵抗的时阵，约拿就甲因讲：恁甲我等咧海吼，海就会平静，因为这项代志是因为我来引起的。吼，了后因就甲即个约拿卷起来，陷入咧海里面内底，风影就即时来平静。吼，伫即个所在，咱看见讲迄个新约，风影所带来，咱后面后壁佫会讲着吼。尊愿因为即项代志大大敬畏上帝，这是佫另外一个新约的部分。啊，当然，咱看着讲，伊去用陷入海的时阵，上帝佫安排一尾大鱼。即个大鱼嘛是上帝新约啊，咱一直无法度了解是甚物款的鱼会当甲一个人吞咧，啊，迄个人佫袂死，3工了佫吐出来，伊还佫活地，吼，这是一个上大的新约。所以耶稣讲真清楚，伫马太福音12章的所在，伊有安尼讲，伊讲无阁有别个新约，亲像即个约拿吼，即个代志共款。3工3暝搁活搁来咧，尼尼微城诶人来悔改归弃邪归正，这嘛是新约吼。咱讲真短诶时间吼，真短时间，通城诶人拢信主啊。咱想着啥物人？咱想着圣神降临了后，彼得伫遐讲道，进前伊是好人，圣神充满了后，伊伫遐勇敢。用逐种香口，所有的学生做伙同工，伫遐来见证3000人信主，吼，共款的迄个意思，吼，共款的意思。所以咱会当看伊讲，耶稣伫遮真清楚甲咱讲，即个约拿的新约真重要，吼。除了3工3暝以外，伫即个所在，伊也讲，遮的人拢来信主。另外，咱若看到新约，亲像闭门啊，亲像迄尾虫。像迄个炎热的日头等等遮的，咱伫即个四章约拿书4章内底，看到济的新约，大大细细。这嘛提醒咱基督徒啦，就是讲，咱爱时常伫咱的生活中间去
发现着上帝伫咱身上的恩典。咱真侪时阵，也是讲逐时阵拢有可能去拄着上帝的心意，但是咱若无注意时，咱就毋知影。像咱讲迄尾虫，迄尾虫吼，都无啥物货啊。咱的花园内底嘛，拢虫真济啊吼。到底即个虫代表啥物货？是上帝的作为。上帝透过即个虫，互用那通知影讲，就算是即个淡薄无啥物重要秘密，对伊来讲，伫炎热的日头下骹嘛足重要啦吼。所以有真侪代志会通帮助咱较济会来认捌上帝吼。认捌上帝其实是有当时跟咱讲真简单，有当时嘛真困难吼。真侪时阵，咱拄着一寡代志的时，咱就发现讲，我对上帝个性无啥物介熟悉的安尼吼。我想约拿嘛是安尼，伊是一个先知，伊老爸嘛是先知，所以咱咧讲伊的信仰是传落来。犹太人大部分拢安尼啦吼，伊传落来，伊伫圣殿内底的服侍，也是讲上帝面头前的服侍是传落来。照讲，伊伫知识上应该对上帝真熟悉，但是事实上，咱发现伊对上帝完全无熟悉，甚至伊伫第4章第20节所讲的讲，我要离开故乡之前，我毋是安尼讲，伊感觉伊足熟悉上帝，但是事实上，伊嘛无遐尔啊熟悉上帝。伊知影上帝有安尼特质，但是伊无了解上帝的心意。好，这带咱倒转来，亲像《路加福音》15章浪子故事内底迄个大囝，伊逐工甲伊的老爸住做伙，为着伊老爸做工课。伊嘛认为讲，我足了解我的老爸，但是事实上，伊无了解伊的老爸。对伫迄个上帝的认捌无够深，伊袂通去体会着讲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货。这是较互咱来受到提醒的所在。所以透过风影，上帝互约拿去知影伊是管大海甲陆地，嘛因为安尼，互全船顶悬的外邦人拢认捌上帝。咱拄则讲的吼，就讲因就甲即个约拿卷起来骗伫海内底，遮所有的资源就安怎？大来敬畏上主，过来伊献祭，并且呐，下愿要来侍奉上帝。这真大的改变啦吼！所以透过风影，上帝也互遮的外邦人有机会来认捌伊。透过困难，透过祈祷，透过互因得到帮赞，所以耶稣是安怎伫传福音的这中间，时常爱去帮助人，爱去医治，爱去赶鬼，就是要透过安尼，互人去认捌上帝的权柄。这个内底，咱有看到足侪祈祷啦吼。咱看迄尊员家己咧祈祷生命，但是伊是祈祷因的生命。约拿书是一个毋爱祈祷的先知，吼。我时常听兄弟姊妹拢安尼讲，哎哟，我袂晓祈祷啦。我若听着安尼话，我心内就一个疑问：你信主几十年啊？你毋捌祈祷过吗？你袂晓祈祷，吼。咱咧讲祈祷嘛会当真简单。伫礼拜中间咧带聚会，也是讲咧带公众的祈祷，会当真有准备的，会当有真水的祈祷词，嘛会当真简单明了的。我时常爱讲，拄则咱讲着讲，当彼得想要行伫水面，结果伊的目睭无看主，干那看风影，沉落去的时阵，伊会祈祷上帝，主啊救我，安尼尔尔。所以咱莫感觉讲袂晓祈祷有压力，但是咱会当慢慢来学习啦吼。但是当大家拢咧祈祷家己的生命的时阵，先知约拿上帝的仆人，却选择一项代志，秘伫咧尊仓内底，伫遐恬恬咧困，伊无爱祈祷。船长看到伊伫尊仓的时阵，
若咧讲感觉真歹势啦吼。你安那搁伫即个所在，你赶紧求你的神明，无的确伊会可怜阮，吼，可怜咱救阮的性命，吼。咱想象一下，如果咱甲咱的朋友非基督徒做伙，啊，结果咱去互伊请，啊，摕着碗甲箸，摕起来就白咧食。啊，若阵你的朋友甲讲啥，甲你讲啥？啊，你毋是食饭爱祈祷吗？啊，你会感觉歹势无？哦，即个情形就好若亲像永娜伫即个所在所拄着的，吼，伫即个所在所拄着。第二章鱼仔腹肚底，永娜的悔改的祈祷。哦，即个祈祷文其实是真水。咱若注意去看第二章的祈祷，吼，真水。伊拄着迄个伊咧形容伊所拄着的艰难，吼，啊，即个海的门狂，门串甲串起来，我的头拢满是即个海草，吼，这是一个其实真正是足水的一个祈祷。但是真可惜，水的祈祷甲伊真心的悔改，改成无甲伊拄亲啦，吼，也无甲伊拄亲。啊，伫即个所在，咱嘛会当伫永娜的即个悔改中间来看吼。过来负面的对话伫咱咧讲到浪子的故事的时阵，牧师有咧讲，既然咱甲上帝的对话、甲人的对话，咱拢会当当做一个是祈祷的内容啦吼。但是如果咱想象一下。咱亲像永娜伫上帝面头前祈祷讲：上帝啊，你规气互我死死的啦！吼，上帝啊，因为你有慈爱，所以吼，我着条工无爱听你的话。即种的祈祷，敢是好的祈祷吼？伫即个中间，咱看到有一连串一寡负面的对话，伊嘛充满特别是第4章，充满着不满、抱怨、指责吼。杀责任等等的吼，咱感觉讲，安尼祈祷是毋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祈祷的一个方式？我想这是对咱来讲嘛是一个提醒。就好，咱亲像耶稣的好朋友马大，伊嘛捌甲耶稣讲话时，甲伊指责吼。伊是安怎指责呢？伊就讲伊就无勇敢吼，真操烦，真狂吼。伊讲你不介意吗？吼。耶稣啊，你敢会袂感觉歹势吗？伊佫甲讲，请你叫伊来甲我帮忙吼。所以，这拢是互咱的提醒啦吼。有当时就是伫咱的应该是讲，亲像咱拄着一寡困难的时阵，是毋是咱对讲话、对祈祷咧甲上帝讲的时阵，咱嘛有一寡负面的情绪会走出来。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提醒吼。咱是毋是也嘛有即种负面的祈祷，伫祈祷中间来埋怨上帝嘛吼？我想这互咱来提醒啦吼。第4章第11节，上帝安尼来甲约拿讲：你这尾通互你的闭门死去，你着遮尔注意啊！这个12万人。伊讲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因还无有迄个智慧啦，吼，无有迄个智慧，咱会通讲，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是讲，古早的教育无遐尼普遍，有真侪人是无受到教育的，所以因拢是安尼，咱讲一介平民安尼吼。第二个角度比较较是用圣经的观点来看，咱若用箴言也是讲诗篇讲敬畏耶和华是安那，是智慧的开端。基本上，伫约拿书4章11节咧讲着讲，这个人无有智慧通好分辨的时阵，是咧讲着因无敬畏耶和华。吼，用即个来甲约拿讲，这个人拢还袂捌我，你敢嘛袂注意吗？吼，当然佫有真侪精生啦吼。有真侪精生伫即个所在外邦人嘛是上帝所疼、所爱的即个对象。好，外邦人信主，咱看去约拿书中间看到船长甲船员咱拄则有看的吼，伊来因伫迄个所在来
敬拜上帝，佮决志要来服侍吼。第4章也看到遐第3章啦吼，遐来悔改结果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这个约拿伊就受气咧吼。咱就看见讲外邦人信主，这是约拿书真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要爱护外邦人，嘛得到福音的拯救吼，得到福音的拯救吼。好，大概佮甲咱重新整理，甲这个归纳起来吼，互咱小可佮重新来看约拿书整个伊的这个中心点。甲这内底会无共款的咱咧讲的主题式啦吼。这每一个主题，咱若准备分享，拢会当用来分享，也是讲咱要伫讲道中间，安尼就有10个讲道题走出来啊吼。就是讲，伫一段经文中间，咱要安怎去分析，将来咱若咧带查经，也是讲带团契，我想这拢会当帮助咱对圣经中间找一寡资料出来分享安尼。以上好，毋知有啥物要分享，还是要问的无？约拿书吼，嘿，我解经学家讲这个是真正，毋是真正的，对。但是讲嘛，会人讲这个是一个故事，若无耶稣的这个信，这个是讲信仰的，所以有两个，对。毋知我说你是较认同多一种，因为我要两种讲拢有道理。对，我较综合性啦吼，就是讲，我认为这个人物伊会去讲到阿米台的囝，这是历史当中可以去考证的事情。伊的时代背景嘛，会当伫历史中间去考证。伫这个中间，我认为讲，上帝透过这个上顶的物件，要爱来甲以色列人传达一个真重要意思。虽然恁对比利偷棒倒转来，恁对外邦人是遮尔排斥，到是已经甲外邦结婚的，你嘛强迫伊离婚，这完全是毋对的。透过安尼，上帝要爱甲因警戒，就是讲，这个救恩是对我出，毋是对恁出。恁知影我是遮尔有慈爱，恁过去安尼得罪我，去互掠去，倒转来我嘛是搁甲恁保守。这个恩典毋是干那要互恁尔，嘛遐个，亲像耶稣所讲，遮个对德，你嘛着爱听伊，吼。日头是拍义人，嘛是拍不义的人，吼。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伊有伊个上顶的意义伫个啦。你要来讲迄个大鱼，真正是真的。当然，对新者的角度来讲，我绝对相信啦，吼。但是讲你若讲要用考古学去甲伊查讲，到底这鱼仔是啥物鱼仔，真困难啦。对咱即摆，咱若既然伊是新者的时阵，我着无建议讲去用考古学的角度去看这个部分安尼啦。我是感觉讲，较重要是伊要传达迄个外邦福音的重要性。连店长了，今仔日的网络甲无啥介好势款吼。我一直感觉讲，亲像咧讲到即个尼尼微城人悔改信主这项代志啦吼。当然，你若准讲来讲，这是一个事实的代志的时阵，有一寡质疑会搁走出来讲，为什么因迄阵悔改信主，了后即马因即个国家搁无信主？你足歹去解说即个物件啦吼。但是就是讲，毋是无迄个可能性。以色列人诚做选民，因就有可能会离开上帝啊嘛，吼。
亲像咱咧讲阿伯拉罕是伫创世纪中间讲因的始祖，但是咱嘛拄着一个问题，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是安怎？即头前即中间的人拢离开上帝啊，拢无人捌上帝啊，干那阿伯拉罕搁受呼召，搁成做伊的选民吼。当然，就是换咱成做咱的提醒啦，就是讲，虽然咱对主久久，咱嘛有可能伫某一个坎站就搁离开啊。咱无注重后一代信仰教育的时阵，因的信仰无够基础无够稳，就拢会搁离开，拢有可能。我想这拢是一寡互咱来提醒的一个部分啦，嘿。有无？搁有？你那个走去啊？黄文兄、朱云长老有要分享还是要问的无？没有。好，好，安尼无咱今仔到这，咱请文部长带咱来祈祷结束。咱同心来祈祷。诸位听堂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今暝有一个真好的机会，通伫遮来学习。阮通过牧师的讲解，互阮更加深知较深的人物用老师内底所传达的信息，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忠实传扬主你爱阮讲的话，伫阮的生活中间会当用安尼来见证主你的名。主啊，恳求你继续带领保守阮。阮知伫要听对答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侪困难，其实阮真侪时阵甲用哪共款，总是你通过用哪书来提醒阮，阮应该安怎做，才会当下入主你的意思，会当学习主你听世间人共款。其实你伫十字架顶，你犹原是怜悯遐个定义十字架的人。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当伫阮的生活中间常常祈祷。甲主你结连，让明白主你的旨意，伫阮的心中，伫阮的生命中间，到底是怎样？主恳求你祝福带领，保守阮过来的日子中间，拢有主你看顾，阮教会这主日学以及着这个儿童之外，也伫明仔载有要到这个大溪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行程，主恳求你保守老师、牧师以及着小朋友，每一个人拢有主你看顾，得着平安甲顺遂。阮的兄弟拢得到主你看顾，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平安。